今日施工嘅呢戶業主聽咗風水先生嘅建議，將床頭同床尾調轉，即係轉咗180度。床頭方向好改，但係裝修已經搞掂晒。原本床頭兩邊嘅插蘇同開關就唔好改啦，唔改嘅話用起身又好唔方便。於是就揾咗我哋，淨係使咗1日時間就解決晒所有難題，將啲開關全部換咗小米智能開關，咁就唔使爬起身關燈啦。喺原本嘅插蘇接線駁線延長到床頭對應嘅位置，再用護牆板裝飾，同時解決咗所有問題。最後睇返成品效果啦。